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高高講學會。又到了民主而來教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。呢天到咧，到底有什麼嘅學問安念呢？而來做兩個吉利凍，到底什麼叫做吉利凍呢？讓民主來教大家做嘍。今天呢，我們用香吉汁。就是有大吉大利的意思，那混合在我们已经有滚开水、热水当中，所以我现在先来调果汁的部分喽。吉利丁呢，40:1，也就是40公克一体，要加1公克的吉利丁。其实呢，我今天有点偷吃步，因为待会做好的吉利冻的时间呢，要放到这个哦，这是汽水，汽水地毒，汽水的客家话呢就是汽水，汽水。把这个吉利冻放到汽水里面，一定非常的痛快，冰冰凉凉、酸酸甜甜的哦。好，要赶快放到你的容器里面，避免它很快会定型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把我们的果冻放到我们的冰箱里面去喽。冰箱呢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新的词，就是叫做冰箱。冰箱，你有学会吗？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台冰箱，那你们家的有没有整齐呢？哦，没想到连做果冻也没有这么简单呢，它的比例要拿捏得很精准。今天呢，请试吃员帮我们喝，夏天的时候就是要喝冰冰凉凉的汽水加果冻，让你消暑解渴一下，还 OK 吗？那我现在教你讲海陆的一句客家话好不好？就是汽水加果冻，清凉又好喝。汽水掺果冻，汽水掺果冻，清凉又好食。清凉又好食，很厉害耶！ 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一起学做这个果冻。哇，夏天吃到这冰冰凉凉的，最痛快了。特别是自己做的，很有成就感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汽水，汽水，汽水。第二个呢就是冰箱，冰箱，冰箱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汽水加果冻，清凉又好喝。 汽水掺果冻，清凉又好食。汽水掺果冻，清凉又好食。你们学会了吗？其实没这么简单呢，多多练习喽。下次见，拜拜。